送到人不亲，要不嫁个娘家郎子，把北京人玩他的，天么个的娃，大爷亲人的，两只母鸡们说的，杀我难送。人呢？啊，送当人不亲，刚的年纪中人，啊，就是能披着你，下送谁的可能，年里刚正文明有一身体。当年的送，人家人不亲，人家人不亲，人家。人不见，上去！呀，老板要说，喂，我的啊，我这，我们的钱，要钱，对。人把送到人不亲。嫁个娘家郎子，啊，北京人玩大的，天么个的娃，大爷亲人，两只母鸡们说的，杀我难送。两家，啊，送当人不亲，刚的年纪中人，啊，就是能披着你，家送谁的可能，年里的，刚正文明有一身体，当没送。人家人